昨暗，本地就伫等翁转来时阵，就伫家对单啊，就想讲对单对到想要做一项无共款的代志，就是听我介意听佫短短啊，而且是欢喜新公主的 YouTube 的影片。即个时阵我就甲翁讲，咱来听，这是反共的什物什物安尼就一开始听的时阵，阮翁就伫问讲，奇怪，这是大什物运动？大翻什物运动？我就甲伊解说讲大翻页。阮翁就讲，奇怪，这听起来怪怪，毋是讲这是中共政府伊举办的伊去主办的一个活动，哪会伫即个影片听起来中共做无介意即个运动，是哪会遐矛盾？我阁解说，我就想讲，我嘛无讲过讲中共有办过即个翻译运动，有可能是电视有讲过即个新闻，抑是安怎？结果伊就无听偌久，伊就走去食薰啊。伊阁讲，哎呀，阮甲伊听你安尼看这影片的时阵因为平常时拢是阮翁伫转伊的 TVBS 转伊爱看的新闻。安尼有时阵若伫厝一工就一工拢是伫听伊的新闻，听伊介意的物件，有时阵会做夜深，而且伫无安全感的时阵，就想讲这底嘛政府嘛无啥公平，安尼嘛烦恼讲咱即个台湾的，因为这媒体嘛是一个力量安尼会不甲变做是中国政权伊按做的即个国民党摕着政权就乌白补补甲要统一。嘛是会去乌白想真不心情无平静即马就变做讲规工拢看伊爱看的物件拢是伫补迄台电脑，啊无就是伫试遥控器。我有反映有甲伊讲过，甲伊讲过这我嘛想要有一寡主导权啊无就是啊无就是讲会当带耳机听我爱听的物件，莫讲甲伊别做伙，毋过拢是看伊爱看的。若我讲无意见嘛准拄煞，阁是我听愈无欢喜因为这政治的立场就无共。这代志嘛是有冤家真侪摆有昨暗就讲不要紧我嘛介意听一寡我爱听的。我想讲上好，我听台语的物件，你会讲爱听平常时若我讲台语，伊就艰苦坐我，讲伊听无这嘛听无，迄嘛听无。我是无遐乐观讲我放台语的声音广播阮无意见，我是毋敢想。我就放迄中国的 YouTuber 伊是去做影片是袂歹听，有道理，而且嘛是讲最近的大代志
无长10分钟到30分钟，安尼算是有咯。因为阮翁伊早最爱听同性恋，两个同性恋伫讲伊的感情，伫遐咱过来咱过去足恩爱的，恩恩爱爱，而且可能都会问问题啊，互相问问题啊，拢是做甜蜜的。毋过我是袂讲听甲做艰苦，这都毋是正治。毋过我就是无啥兴趣，可能就耍我的手机仔做我的代志。自从第学台语以后，就变做讲，最要紧的，就是爱听一寡台语啊，有时阵有一寡线顶的活动啊，上好会当去听一下，偷偷仔听安尼。就讲昨的状况，就是伊就第一听无几句听迄中国人讲华语毋过伊嘛听甲足艰苦的，就走去食薰就去问，就讲我的态度，讲甲伊先第一推销伊啥物物件，第一甲伊利用因为有可能是我会讲咱来听这反共的思想，有可能伫阮翁的心目中，伊对中国是真正真有感情若讲民进党的歹话是讲啊拢无负担，心里拢无负担。毋过若讲共产党，伊可能较无法度讲出，无法度着讲这代志就安尼啊，有啥物好去讲？安尼，伊昨的意思就是讲我着即种讲安尼，讲即种像讲要甲人推销的话讲咱来听反共产党的即个影片教材。袂输啊，讲我有一个任务是讲有一个人洗脑毋像粉人啊安尼，伊就安尼讲，我就真委屈。我讲无啊，安尼你意思就是讲，你对我的感觉就是我拢是替互洗脑去做啥物代志，讲啥物话，拢是有目的的。我安尼讲有时阵就是嘛是反映讲我心肝内底是烦恼的，烦恼讲阮翁伤我中国中国即马有认知作战是真正厉害有时阵伊嘛毋免讲，甲你讲你爱支持统一，毋免伊的目的甲伊完成就会当伊会使用一寡较奇巧的代志互人不知不觉就照即个一直想要入侵台湾的即个敌人的方向去行我就想讲安尼拢无方便拢惊讲民进党伤压迫伤啥。毋过对即个共产党就讲伊嘛无安怎较无迄个较无迄种，就是讲随在因，而且认为美国甲中国共款无人较赢。我想讲即个思想实在是真奇怪的代志，一个要入侵一个为着伊家己的国家的好处毋过是徛伫保护台湾的立场。对阮翁来讲，既然即两个国家拢共款是毋是瘾头，共款是做邪恶的怎呢？就变做好人嘛，做甲足辛苦的互人讲你对我遐好，你就是有目的有可能讲你是为着想要我替你工课我做你下骹手人你对我遐好嘛是为着讲我会当替
替公司替你即个顶司做代志。啊，有另外一个顶司是，定定甲你威胁，讲话安尼，就是无互你面子，而且互你，定定甲你吓。啊，结果对即个人来讲，即两个顶司拢歹人，安尼这实在是就是我翁定定有即种讲法出来，我当然是会惊吓。我就想讲，我嘛是想讲，若会使听即个伊听会落去，因为讲华语，中国人我翁就爱中国人。咧讲一寡中共的代志，我嘛是当然嘛是想讲，对思想有一个帮助，安尼嘛真好。毋过我翁就认为讲，我比你搁较清楚共产党安怎安怎，我比你安怎安怎，你搁讲即种话，我就感觉讲你甲我当做三岁囡仔，有可能有即种想法，就是。讲我家声用反共咱来听反共的影片，我嘛是讲耍笑的迄种感觉，毋是做严肃的，就是讲较含的，讲较就是反共是40当前上严肃的代志，毋过即摆就变做一个笑亏尔尔。毋过我翁就是伫徛芳就是讲嘛有意见。迄个时阵我实在是足伤心的。我想讲，对我就是我足失望的，就是讲，我叫是讲会当分享，会讲一寡，咱来斗阵听这反共的。毋过对我翁来讲，伊就认为是即话，互伊听甲无爽快。这我就想讲，毋知影出啥物问题，就是，我认为这嘛是真正的家己的一部分，就是。我心中嘛会讲，足惊讲，我翁就是会替共产党逝去。伊的逝去不的确是讲，伊就做爱共产党，毋免安尼只要讲吵吵闹闹，无支持本土派，无支持台湾，就当亲像讲伫立陶宛有设一个台湾的办事处。阮仔嘛有意见嘛会讲这无啥安怎安怎，就变做若有的人的想法，就是讲中华台北，台北，中华台北有啥物无好咧？这伊嘛会讲，我嘛毋是共产党，我嘛无支持，我嘛足惊共产党的压迫。毋过伊做的代志，伊的主张伊会去投票的。即种角度就是共产党，希望伊去做的，就变做讲，我当然心内嘛有即种，嘛是有即种烦恼。我若想讲，会使爱看影片，若讲甲有道理，咱两个斗阵听，搁会当有知识上、思考上的成长。就亲像我听赛事，我嘛会想讲招翁来听。毋过我若讲来听赛事，这安怎安怎，我翁就较有可能伊会反感，伊就想讲你伫吹痟。毋过无亲像讲反共安尼，互伊遐反感。我翁可能是爱中国，若讲反共，伊可能会。无啥爱听，伊嘛会讲，是因为我的口气伊就是讲，我着替本土派的洗脑去我无爱即个中国，毋是
无去违反人性，就是讲，咱甲中国就血脉关系有足深的关系，结果就是即个本土派甲政治的洗脑，变做你拢保爱中国，这阮翁的想法，变做讲，伊是做心内想法，伊有定讲保人性，为着讲。啥物原因保人性？阮对中国有感情，就是天性。伊无想着讲，这是伊的历史观念。我嘛有我家己的认同，毋过伊可能嘛是会惊吓。就亲可比讲，我惊吓，阮翁就是亲中国。因为即摆中国甲中共就是共体。我会惊吓，有可能阮翁嘛是惊吓，伊认为讲亲中亲共无啥，真正无算啥。毋过恁本土派搁较可怕，恁有可能互外省人走投无路。有可能恁着丑化甲即个中国人丑化丑化等等，就讲咱伫即个做新的即个头壳内底想法是有一寡差别的。变做讲，伊就会讲恁安尼即种态度招我来反共我听甲真无欢喜进前拢忍起来。我当然心肝内是想讲，原来就是我就是讲。就是讲，两个人感情是真好，一切太平。毋过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拢足紧互我感觉讲足脆弱会着，足脆弱拢一点仔拢无。就是对就是足脆弱的。讲两句嘛毋是讲有啥物真正大问题，无迄种大问题。毋过就变讲两句话内底，就开始无法度容忍，无法度包容对方。迄性地就掠起来，就开始甲阮翁就会开始讲爱离婚爱创啥。对伊来讲就是，就是实在是互我足失望，毋对。我规工我就无啥物精神，就感觉讲，我就想讲，我就去甲隔壁同事去做者想法，互伊进步。叫是我的心灵有成长。毋过哪会讲共款就是会冤家，而且是这无啥的代志今仔就看影片，毋是两个人拢爱看。毋过就一个人讲你安尼态度我无介意。我当然着伤，因为我心内嘛是想讲，这反共这嘛无啥，反共毋是一个两个人的共识，毋是。毋过对阮翁来讲，伊就讲你就是有网友即个网友毋可能本土派独派的你就为因服务连我拢不爱插，毋是用我的主张为主毋是爱中国虽罔反共，毋过爱中国，认为是血脉相连的。我哪会无用即种思想去顾虑讲伊的需求？就变做讲，真脆弱，无生囝嘛，无大家赶亲家丈人爸、丈人母丈人某无啥物大问题。姑仔
躯仔的问题。毋过，就变讲两个人做一件代志，煮一个饭，买一个饭，有可能就随时搁要冤家起冤家。我昨昏足激动，就是我有讲我的心态，就是我就会对两个人的关系无啥物无啥物信心。我就是讲，我若成长较高尚，而且有家己的去改变即个思想，较有智慧，就袂讲起冤家，而且为着这足细汉的代志，拢定定安尼啊。若亲像讲，咱两个人斗阵去食饭，结账的时阵，看伊有用阮公司的介绍的产品，我就想讲，当然爱支持啊，无若公司倒去要安怎？毋过就是可能就失败率诚悬，我就想讲安尼会当翻译，就安尼，就是我迄个时阵是想公司的代志，毋过我就想讲，这翁伫边仔安尼一直想，拢足惊伊生气的。结果出来嘛是冤家啊！伊就无法度体谅，伊就讲逐工拢伫咧公司，无法度下班，拢3更半暝下班。放假的时阵，我搁爱对去公司安尼处理，甲伊斗骹手。放假嘛无法度，好好放假。我只是讲，结销的时阵就顺续，用现金嘛会当结销，用家己公司的产品嘛会当。变讲我若有时间开伫家己的身上，家己公司的身上，做一寡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我就会想讲，你根本就以别人为重，为着别人，就安怎，无甲我囥伫第一名。我就想讲，我无法度做家己想要做的，我就毋是讲叫伊去开足侪时间，叫伊牺牲诚济，颠倒我牺牲诚济时间，牺牲有诶无诶，就对伊来公司斗3工，伊就无想讲这有啥，伊无法度讲，就加开10分钟啊，来伫边仔等一下。伊若讲诚见效，伊就出去等啊。伊就无法度安尼体谅，就讲我毋是因为安尼，是因为你的态度，伊就会讲其他的代志。就若亲像昨暗，伊就会讲是你安尼吹痟的态度，像鸟车花即种态度，甲我当做夜晡仔当做去找客户迄种态度。我想讲这是啥物？这就是伊就是无愿意徛伫我的立场，变做我拢无家己。我做一寡家己想要做的代志，伊有讲讲我有互你空间，我就无甲你支持，就来讨人情。毋过，我就变做对两个人的关系做无信心。这个是去互拍败，而且尾后就是我有掠讲掠讲的原因是为着这代志咧冤家。我就希望讲我的心会当静落来莫阁为着这无聊的代志去冤家，因为这就是讲话方式互伊袂爽。伊甲我讲你安尼讲伊听甲袂爽。我就想讲，我嘛无讲啥，嘛无甲伊伤着。伊若讲连这拢袂爽，其他的代志我无法度讲话啊。
因为我若讲，咱斗阵来看反共的物件，这内底嘛有我心内的思想伫内底，我就是足惊吓讲，中共拢认真作战，目标拢是即种爱中国，爱迄片土地，爱黄河中间。中共吼，即寡人啊，即寡外省人啊，伊爱中国，佫无承认，佫不爱别人讲伊外省人，毋过伊就较爱中国，变讲这拢是，就是对我来讲是一种安慰啊，讲咱两个来看反共的这影片，是自我安慰，讲免惊吓，阮翁会受到影响啦，就是我想讲，这都是小小的安慰尔，无开足侪成本。这是我心理上我认为需要的。毋过阮翁就是，伊无法度体谅，就想讲你安尼讲，就是无甲伊放伫第一名。伊就是爱中国，我阁用迄种态度，毋知是倒位走出来的。网友啊，佮啥物网络上洗脑的物件，拢比伊较重要。真正就是做无信心。我著掠，我迄时阵还袂掠讲，我就是想一直甲家己按捺。不然我想讲，啥物拢无爱想，我著继续讲，佫家己对单对因公司的销单，想讲这嘛是为伊做代志，著上好著听耳机，互家己的心平静。毋过伊著开始讲，我跋，这个性甲阮阿爸真正做神的，就是使性地因仔性，著开始我跋，讲叫我莫家己斗相共，我著讲，不要紧，我著伫遐做。我想讲，即摆著，焦点著莫伫拄迄种无法度改的代志著变做讲，就是换一个新的焦点，就是讲，先，我著继续做拄则看影片进前做的代志，就是伫家己对单嘛是讲我即摆家己做代志，嘛是讲，著嘛望伊著莫一直甲我逼，一直甲我逼，一直甲我嫌，讲我安尼讲伊会安怎，伊无爽快伊会安怎？因为安尼讲，我当然著会去保护家己，著会讲我安尼做是安怎，我会去解说。因为我这个人替互好认着，替互伊好认，当然我著需要去讲家己无毋对，家己安怎？这是讲互家己听的。结果伊著开始讲跋啦，安怎开始著伫抢我的物件抢到我著掠讲，我著伫遐哭，讲我要收，紧互我死，就是即种足激动，即种想法，就是讲，就是真正足无希望的，想讲两个人嘛无为着啥物，无趁汤嘛无趁粒，就是为着看一个影片，两个人嘛爱看，就算一个不爱看，就讲就好啊。哪有需要安尼冤甲大细声唱甲冤仇人共款？我著对这关系足无信心，而且阮翁著会开始讲要离婚要创啥，真正著，对啊，就是安尼。过来就是讲，迄个查甫爷夫著真正理智啦。
我有发现讲，伊伫群组有叫阮共部门的人问讲，伊有要请饮料。哎哟，结果我迄天毋知安怎，就真正无看着。我想讲，这可能就是无缘分，这缘分的物件无法度强求，虽讲伊今仔已经无来上班啊，毋过我听着骹步声，我叫是伊，拢会拢会惊心惊，听着若亲像伊笑声伊查某，我嘛会惊。我就知影讲，若路上看到有这抠门的查某，我嘛惊一条。毋知影安怎，伊互我一个暗影一个暗影伫遐留伫遐。我想讲，嘛毋知，就是我想讲，这甲翁的反应足神的，就是讲，我就想讲，我嘛无安怎，嘛是足细项的代志。就是查某也我甲伊真正无冤想，嘛是合作的关系。而且伊嘛是民进党的，伊支持的物件，甲我支持的拢足相像，甚至伊佫伫咧讲台语，就是嘛是受着我的影响，就开始练台语。嘛伫咧公司会讲台语，足观念做我的人，嘛是为着一两句话，就是讲我加讲，这安怎加解说，听无听有，就嘛毋免遐计较。结果伊就足生气的，讲你安尼加讲这我无想要听，我无需要听。我想讲你无头无尾来问我代志，就介无礼貌啊！你嘛无讲你问这有啥物目的？我是做好心做好意，拢回答。佫惊讲你毋知影即个资讯安尼会误你的代志无？我嘛是好意。你若讲无需要听，你就讲你嘛不爱听就好啊。伊就会开始大掠讲，这就甲阮翁共款啊。我就想讲，你听这我讲咱来看反共的安怎，伊就想讲这人替洗脑去啊，啥物拢无重要，就是为着讲会要反共的即种上重要。伊就想讲我伫咧唱福音共款，政治反共福音，我嘛无啊。就是共款的意思，就是想讲我讲啥嘛无遐严重。我是真正希望有一个安全感，就是讲会讲好讲无好无差，无要紧。就是安尼。